Hello，嚟到11月情緒色圈畫畫挑戰嘅第5幅。今次嚟到我都幾中意嘅配色組合之一，就係深藍色再加橙黃色啦。畫呢幅畫嘅時候呢，其實我心入面諗住嘅呢，係喺日本某一個隱世嘅小村莊入面，前面呢係一大片金黃色嘅稻田，遠處呢，你會見到一間細細地嘅白色屋，咁你就可以踩住一條彎彎曲曲嘅細路呢，慢慢行入去。咁周圍呢係好安靜，完全冇人打攪你嘅。對我嚟講，呢一種與世無爭嘅生活，可以有自己一片小天地，推開門就見到大自然，就係一種平靜嘅 definition 啦。小麥嘅稻田，我哋用咗橙黃色打底之後呢，就可以用手指尾沾上少少啡色，然後輕輕咁樣掃出一條條小麥嘅形狀。然後我哋會剪好咗彎路嘅形板，將佢放上喺稻田上面，用擦膠擦走咗底色之後，我哋掃返深啡色落去，形成一條去緊小屋嘅彎路。喺畫作嘅最前面，我哋會畫出一條條嘅小麥。呢個部分，我哋用棉花棒點出一粒粒嘅小麥，然後再用啡色嘅粉彩筆勾畫出每一條小麥嘅形狀。嚟到天空，我首先會將多種嘅藍色磨成粉，擺喺調色盤入面，之後就自由咁樣掃出漸變嘅天空。然後我哋會用軟擦膠輕輕擦出一啲雲，而且喺雲嘅邊緣，我哋可以加少量嘅黃色同埋紫色，令到天空嘅層次更加柔和。跟住我會用棉花棒喺稻田上面畫幾棵樹。今次畫嘅呢係人形樹，好簡單嘅啫。你將棉花棒沾上一啲綠色嘅粉彩之後，就寫5至6個人字，咁咧就會變成一棵樹噶啦。最後我哋會加入小屋，剪好咗屋仔嘅形板之後，我哋放上去，用擦膠擦走咗屋頂嘅底色。下面嘅部分呢，我哋用軟擦膠就得噶啦。咁因為呢，想營造一種間屋呢融入咗喺稻田入面嘅感覺。之後我哋會用木顏色筆再加埋細節。話咁快，呢幅畫就完成咗啦。推開門就見到大自然，唔需要趕時間，亦都唔需要同人競爭，你淨係需要安穩喺自己嘅步伐入面。如果睇完呢條片，你都覺得有種放鬆咗嘅感覺，記得 follow 我，下次我會繼續同大家分享呢類型嘅畫作。拜拜。